好 ，OK，嘿，呃，好来，咱好，继续哈。继续哈，继续。嗯，这个运动的基底是一群知识分子透过文学创作甲文化活动，我读到这好了。好，这个运动的基底是一群，一群也是一定一群知识，一群知识分子透过文学创作甲文化活动，吼，这个嗯，一斤当然你会使读一斤就是嘿，呃嘿，训读句啦吼，训读啦吼，啊这是哦，一好，群啦吼，这是嘿，音是群啦吼，啊创作，这个作弊吼，歹读。创作，哦，做，做是录音做。咁是去尾的创作，哈，我听无你的意思，我搁定去。诶啊，嘿，你的声音搁定去，我听无。做，哦，安尼嘿，我拄嘿，则只是咧语文创作，嘿，敢是 K 结尾作，对，就是我即马写的，你敢有看见？哦，有，嘿，嘿，拄嘿，则还未出现，嘿，嘿，就是做哦。好，哦，有两个音啦吼，另外是哦，一个是做，一个是做啦。做，嘿，哦，做田做园创，但是创作读做做嘿，较侪啦吼。哦，嘿，创作的，嗯创作和创作，因嗯，为要讲要画，我毋知是毋是有人安尼讲诶。创作是创造啊，创作是创作嘛，是创作吼，嘛是创，哦，但是一般是嗯，创哦，了解作了解，嘿嘿，是看着伫第二点，嘿，嘿，伫第二点有，若是用汉字去找即两个音，伊有收迄个无共的解说，嘿，嘿，反正我毋对，这是创作啦，我向你讲创作，我是讲创作，嘿，嘿，哇，伊无即个词哦，诶，伊敢若收高一字，做高一字安尼，哦，嘿，哦做甲作啦吼，嘿，嘿，写作哦，嘿，写作作文是安尼，作文，嘿，作者，嘿，是能读做作，作者嘿，作，好了解，作业，创作作业嘛是读做作。作，好，啊，好，安尼，嗯，好，转来遮，转来读这，嘿，嗯，伫伫各领域可比讲经济、教育等议题，发挥因嗯，的专长。专中好，嗯诶，第一句，迄伫伫伫各领域，领域，领域，查看觅，我是好好好，印象中是即个读写无毋对啦吼。哦，好好好，查看觅，查看觅，嗯，无好。读啊。因为最近伫遐咧读汉语版的嘿，迄个，林嘿，嘿，读过迄嘿，个啊零息啦吼，哦，但是我好好，即嘛林读无晓，介准，第八息啦，林晓，个好，零息吼，零息。好，等一下我来记一个，嘿，因为这个字，这个词我进前拢毋捌讲过嘛，毋捌读哦，过，这毋是你嘿，尔，我我嘛袂晓，头摆我嘛是林晓，最近才学着的吼。啊，即个为什哦，么读做息，好好好，就是有边读嘿，边啊，你知无？晓，哦，学习嘿，的兴趣，嘿嘿嘿，嘿，息了解了吼，解，啊，所以学就是习，嘿，读学习，做息啦吼。好，了解，诶，等我一下我来记，不要紧的，我等下好好好，你大家撳二點啦，撳二點冇收。嗯嗯，迄个零息哩吼，嘿。撳二點冇收，較早無你第二安尼。天嘛無收，毋是撳二點，第二點冇收啦，撳二點有收，係啊係啊，撳二點有收哦，息哩啦。好好好好第二點冇收。好。
不要紧，你不要太习惯学我嘛是，学，安尼就这就是今仔日是学到的哩，学，我嘛是最近才学着，我最近咧读，可能是咧读白水湖春梦，还是读这个台哦湾新闻，应该是读台湾新闻哦才学着。哦，哇，你真正是读足侪物件，足无啊，侪册，若读搁着有咧读新闻的，若读着，若会当学着物件。真好真好，尤其是读汉语。都会使甲我分享。系啊，所以就是有早想着讲，你若有兴趣听，就斗阵来听。不要紧，迄系啊，咱读这本嘛是当学着吼，不要紧。系啊，咱就亲像听 podcast 安尼。是，伫国灵学，你我都读。伫国灵学对，继续读吼，伫国灵学，歹势啦，国灵学，国灵学，对，无变调是爱读本调，嘿，伫国灵学，伫国灵学，可比讲经济、教育、顶，这边来看，义地学，好，义好，我来，我是读对个啦。顶迄个顶，敢是顶，无毋对吼，顶义地，变调，教育顶教育顶义地发挥发挥因的专长，吼，你是专长专。我早一个，我嘛是学白读啦。我对这个我无收，无收，安尼就看要安怎读就安怎读啊。伊即个用哩当然几啊音读法啦吼。好，看你概困难嘞。我是读对即个音嘛吼，啊你拄则一个专中好专中。我捌听过专中，我捌听过专中拢有啦吼。好中，感觉中较迄个较较适合了对啊。中遐，我的印象系专中。这两个音应该拢会使啦吼。拢会使好。就是熬嘛吼。中对，老练，系啊，这个意思。这是中啦，真符合。中。嘿。比较是加出来，但是敢无。中是，伊讲迄个中，迄个音是四大人的意思。是大较赢。所以讲，敢是啊，最专中。了解中辈迄个中。对，中辈对。对。中辈啊，所以专中是可能较适合啦吼。中可能是来读专中好啊，专中嘿。好，发挥因的专长。好，咁咪继续读。好来，因的知识养成有多我一句来好了，因的知识养成。好，因的知识养成。拢会晓啦吼，逐字拢会晓。是，了解。有大部分是通过到日本留学。有大部分是通过到日本留学。你无一定要对我的 Q 你较自然。好。我读我的 Q 较自然啊。你我就对你读嘛是较自然。安尼哦好。系啊。用日文做媒介。我个转起来嘛。做媒介好，用日文做媒介。歹势。即个做应该在读做做啦。安尼敢有听到？媒介。嘿，应该读做用日文做媒介吼，即个做字我都要。是 CHOH 嘅背后。对，爱读做写。对。你的声音阁无去啊？用字媒介，好。嘿，好 ，OK。安尼。嘿，对。
，hello 去，好，等我一下，做梅，好，啊，安尼，hello，每届安尼，打一个好了，嘿，你的声音无介好啦吼，但是我继续讲，嘿，所以讲是做梅界，吼，这个每届吼打一个梅啊，哦有啦吼，梅这个音啦吼，梅啊，对，这个等于啊，hello， ，hello，是，拄只帮我真嗨，有嘿，过来啊，哦好嘿，OK，嘿，嘿，好好好现在个正常，嘿，好。梅好，梅嘿，嘿，嘿啊！即摆敢若大部分人拢是讲梅，像梅体迄款的梅体，哦嘿，这是嘿啊嘿看用伫对啦吼，应该嘿讲媒人吼，不能讲嘿，含人薄，嘿嘿，讲吼，袂讲梅啦，我嘿，你讲梅啊，拢讲嘿啊，人，应该是嘿嘿，啊这是梅，你讲的梅体吼，所以嘿是，梅界应该是安尼讲吼，嗯，啊就这个字白话就是焦梅、客梅，焦梅嘿梅，好什么意思我毋知呢，哦，拢是引诱的意思，哦，哦，嘿哦。嗯我毋捌讲过这个啦，焦梅、客梅、焦梅嗯吼，嗯，因有人去博缴啦，焦梅啊，焦梅我哦，无介知，客梅我嘛无介知。好，好来，咱继续吼。好，继续啊，这是梅，啊，再来是芥，芥嘛应该改，嘿，应该无啥问题，介绍一下，吼，OK。嘿，好来继续，接受当时啊，是当时拢会使吼，接受当时世界文化的思想潮流以后，接受当时世界文化的思想潮流以后，无问题吼，这只，诶，无问题，嘿，搁再经过因家己的学习，搁再经过因所以讲你是讲家己，你的关系的讲法是家己吼，家是己的学习，这个呃，习敢是 P 结尾，SIP 学叫 习 SIP 是学习，呵呵，家家己的己，学习，有时仔讲家己家己，啦吼，这我就毋知嘿啊嘿啊。变音去还是安怎，我不介知。啊，就印象进前咱读迄个十项关键的时嘿，阵，关键拢是，我写家袂记你是十己吼，项关键，也是出世线都拢是写家己。哦，嘿，系啊，毋过我嘛是知影有真侪人是会惯势是讲家己，两个音拢有，我看觅啊吼，所以就B。嘿啊，敢是地方腔口的关系，腔我毋知，口差。我毋知，嘿嘿，我感觉是好好，高音去啦，家己，我感嘿，觉是哦，是高哦，音去啦，家己，还有啦，有还是家己是上腔，哦，家己是，家己哦，嗯，敢安尼哦，就是你的腔口，嘿嘿，嘿嘿嘿，我是家讲家己己，啦，嘿，哦，原来是安尼，嘿，呃，了解了解，家己，所以讲你的腔口讲家己就是较自然，好，嘿，家己嘿对，会迄个音呢，你有看到无？家己迄个音，啊，嘿嘿，我好好，听无你的意思，无无，好好好，嘿，好来，搁继续吼，啊，后一句，好好，嘿，以及生命的经验，以及生命的经验。嘿，迄个验以及敢是 P 及 结尾，以及 KIP，KIP，好好，嘿，我来记一下，以嘿，及生命是毋是讲佫有生命？哦对对，生命，嘿。即个音啊，两个音拢有，所以讲是看腔口吼。泉州腔以及生命，漳州腔生命，生命，嘿，哦，原来是安尼，好，以及生命的经验，嘿，经验，盐 GIAN，验嘿，
嘿，好，经验，好好，嘿，嘿，生命的经验，嘿，好，了解，啊，这个吉言吼，这个汉字吉言吼，有时啊嘿，读做夹啦吼，就是看你要夹安怎读，有时哦，好好，我看觅啊，我看我家己嗯底是安怎写，嗯，哦，家己底是敢若收集啦吼，急，嘿嘿，嘿啊，安尼嘛是真，这个无，嘿，真自然，好，三夹，三甲，嘿，啊，这个哦，夹字有时啊你着无汉字嘛，你着大概用即个或者是汉啦吼，看嗯你要用倒去拢会使啦，嗯，这是好分读句啦吼，好，了解，好，嗯好来继续下来吼，嗯融合做因家己对台湾社会的环境，哦，连这个词啊出来，OK，好，融合呃，最因融应该是融啦，啊，这那早谈融，了这个融，好，融可能拢会使，嗯，哦，融吼，哦，歹势我嘛读毋对，融那是熊啦吼，融融 I 哦，O N G，我读做 J I O N G 去啊，我读毋对去吼，I O N G，融 IONG，诶，好，融融，了解，融合，随烟逃出吼。啊，另外讲嗯羊吼，羊就是嗯伊个羊吼，羊嗯，换好，换去吼，拢是羊嗯，羊吼，融，嗯啊，参嗯，好顺，来看融，啊，嗯，家己电脑上写一字，就是羊甲熊吼，嗯，是，好，啊，好，对，来再讲第二个融，融合，嘿，嘿，融合做因家己对台湾社会的关，环境，境，嘿，环境，嘿，环境，愿望，所以讲无 G 的音，是环 O A 原 N，原应该是环境。GOAN，GOAN，哦，是哦，呵，所以讲环境，吼，所以讲若是讲愿望嘛是有个愿，哦，好，嘿，愿环望嘛爱读境，GOAN 吼，愿望，嘿，环境，愿意，哦，足济，系啊，足济，愿意迄个就对了。要安怎讲，嘿，愿望，愿意，哦，好，望甘愿吼，甘愿，嘿，哇，愿好，意哦，了解，无几个就敢若即几个词呢吼。嗯，好。下愿，台湾社会的愿景下愿，嘿，愿，天祥了解，愿，嘿，愿做太平犬，毋做乱世面，愿献曲。天雄力，你的声音无去啊，听袂清楚。惊见无人通台，意思指女人当甘愿做下贱的代志，若惊无钱通趁，甘心嗯情愿。嗯，啥意思？哦，献曲呵，惊见无人通台。嗯，好，好啦，咱继续来读吼。后一段，好，头前这段意思大约啥？日本时代嘿，新文学运动一群知识分子透过文学创作，伫各领域嗯，发挥因的专长嘿，专长吼，嗯、有诶是透过日本留学用日文做媒介吼。OK，好啦，丹夫，我继续读吼，第二段。好，继续，丹夫人的原文是日文小说，嗯，哦，邓夫人的原文是日本小说，
嘿，好，作者是因老爸捌伫台南行医的苏西佐一志。好，作者是因老爸捌伫台南行医的苏西佐一志。曾西忠一啦吼，我来看。曾西我记得咱忠一。捌场诶有看吼，迄个。系啊，有囡仔嘛有迄个嘛有查过，曾西忠嘿，一，查过我咧要是，嘿，读日文、原文，还是台语拢会使啦吼。好，伊用台南老家知识分子老千魂甲老精的爱情故事，我即较电吼。伊用，嘿，伊用台南敢是老家知识分子老青魂甲老精的爱情故事，是，以及台日联姻的经历，成做题材。以及台理，台理台日台理联姻，台理，联姻所以讲迄个历是敢是 JIT 立，是 JIT，所以讲但是阮的立，腔拢已嘿，经变做 LIT 去啊，但是我啊哈，好，我尽量读，好，你有读正好，确的。嘿啊，我是想要确定是 IT 结尾的迄个是 IT 结音好，尾无台立好，台立联音好，台立联音的经历真做题材啊，迄个经历我问的吼，迄个经历敢是迄结尾经 LEK， LEK 好，好了解，好，我来记经历。经历，好，历史哦，历史，好，打一个好啦。好，经历历史，历 LEK 第八声。好，了解。经历历史，加做题材，好，了解，多谢。好来，发展出这本伫台湾文学史文学史家叶拾叶拾德，就排他的嘿，主。我记得因进前，敢若听人讲过伊的台语名，伊家己是叫石头的款，我来查一下。叶石桃，叶石桃还是桃啊？我来看伊卖。家己安怎读？我是毋知伊家己安怎读啦。这里的甘里底是读做桃，我记的是桃啦吼。桃还是桃，无毋对。叶，这个石头叫里当然有两个音啦，看伊是读白音还是文音吼，看伊是，吼。我印象中就是嘛是听别人的讨论有讲到这个人的名，所以讲我看卖。毋是少就是湿啦，我是这两个音。是，读这个中间先继续读好啦。这句嘛是叫歹势我听无你讲啥。发展出这本伫台湾文学史家无我拄则无讲话，我要你读，我这句我搁读一遍吼。发展出这本伫，Hello，所以讲这句你，这句我还未读了。对，请继续读，发展出这本伫台湾文学史家叶石桃的自单中袂当漏沟去的著作。
好，就等下发展出一本伫台湾文学史家叶石涛叶石涛的书单中被当捞到去的著作，他们是著作，著作，好，嘛是上早甲伊翻译做中文的黄玉燕所讲的。嘛是上早甲伊翻译做中文的玉燕所讲的。这本册除了包括释明，这本册除了包括释明等一下释明，好释明，这里包括吼，我嘛定定拢读袂解字，包括啦吼，包括OT 嘅袂，好，我来记一下，等我一下，包括，台里顶有收这个书呢，就厉害，包括，台里顶有收吼，系啊，包括吼，包括，等我一下，我记一下。我为什么我无看到？哦，记一个，包括，嘿，包括再来吼，包括，包括再来，好，包括释明，原住民，这个字里吼，嘿，敢是第7条也是原住民。看一下字里吼，第7条，我敢有记唔到，第7条，第7条，系啊，变掉了，变第三声，原住民嘛吼，原住民，嘿，对，过来是性别，民族，民族，定义的以外，伊所提起的基督之爱，是当时真少看会到的题材，所以有伊珍贵以及互人感动的所在。所以有伊珍贵以及互人感动的所在。珍贵是 TIN，TIN 吼啊，你珍贵，袂使读嗰个 TENG 嘅，你读这 TNG，好 TIN，好珍贵，珍贵吼。好，来，我继续吼。2017年5月，2017年5月，吹杀台语运动，台文书写极出来阁用心的林俊玉长老，台文书写极出来阁用心的林俊玉长老。迄个吉处理的吉吼，是迄个音是 KEK，好了解
吉处理，了解。但是第八声吗？北极应该是第四声，我印象中啊吼。嘿，第啊，八声，个因伊第八声。哦，所以讲爱变调变好吉处嘿，理，哦，极好，极出力嘛会使处理，啦，极出力啦吉吼，那出力拢会使啦吼，讲拄则我谈着啊，应该是出力才对，嘿，拢会用啦。我感觉是出力，好出力，好啊，我吼。嘿出力，哎呦，等者我记一个哦，一个应该是出力，出力，出力，好，记好啊，多谢，好，来我推荐这本小说。来，我推荐这本小说，嘿，嗯，准玉长老会晓日文，准玉长老会晓日文，嘛了解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文学发展状况。嘛了解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文学发展状况。伊认为这本册是用府城做背景，伊认为这本册是用府城做背景，是咱本宗教会青年的故事，是咱本宗教会青年的故事，佫是台湾文学内底真有代表性的作品。佫是台湾文学内底真有代表性的作品。等者，谈唔到去啊，作品，安尼吼，作品，对作品，嘿， ，PHIN 第嘿啊，声，作品第二项哈，第二声，品，作品，作品，啊，这只是作吼，是主要讲迄作，CHO，嘿作，K 作品，好，作品，应该就爱用台语重新翻译。应该就爱用台语重新翻。等下，这敢摆连做伙也是爱变调重新翻译吼，重新翻译拢会使啦。啊，你若新，所以讲新爱读本调，系啊，是重新翻译，安尼敢若较顺吼，就是连起来新爱变调。拢会使，重新翻，拢会使，嘿，这无，我感觉这无必要应该讲安怎重新，伤计较吼，重新翻译，主要是你甲了解。即句当做讲啊，我分做两字读，还是做一个四字读安尼，可能差遮尔吼。系啊，好。好，因为汉字吼，实在是你用汉字有时啊，你要到底要读对是音吼，足好讲吼。你除非你作者家己挑出来，无比如讲遮即个用，你是要用，还是要用吼？即个歹讲啊吼，拢会使啦吼。也是用，系啊，真歹，嘿，好，好，咁咪继续。对，继续。等我看下时间，我瞧。10点啊哈。来，我看嘛，重新翻译。哎谁啊？拄则拢未重新翻译，先读到遮吼。无读到遮啦吼。系啊。哦，安尼袂歹，好。今仔日嘛是读袂少。是啊。好，安尼后礼拜过来继续读吼。好，这本看起来真趣味。汉字就是会当学着足侪音吼。系啊。有成就感啊！你若以后这个字典、词典很久。系啊，就是以后摆系啊，后摆看到共款的汉字就知影要安怎读。我最近读的经验就是讲，其实你无必要，毋是无必要啦，就是讲，选个一两遍台我就记会牢啊吼，因为这
因是咱就熟的，所以嗯无像讲我较早咧嫌英文，哇，我英文字典吼有嘿诶字三四嘿，遍五六遍，比意思袂记就是袂记，我十几啊遍，啊，这个袂啊吼，哈哈哈，但是嘿伊就嘿，记掉啊，嘿啊，大部分嘿啦吼，当然有诶，阮是会袂记吼。好来，我嘿，先暂时。呵呵。